係啦，風自南來，嚴明熙與嗰場北純南嚴嘅音樂長征寫下呢幾段文字時候，我知道對於一個喺風口浪尖成長嘅歌手而言，最好嘅祝福並非一時嘅流量，而係嗰份洗盡鉛華後嘅清醒。呢兩日，內地最具分量嘅樂評人以帝寫下咗足以令樂壇激盪嘅一句說話：嚴明熙亦都有自己嘅豬肉啦。呢句說話聽喺食頂嘅人耳裏，重量不輕。喺內地，單依純嘅豬肉係一面最嚴厲嘅鏡，照見咗新生代唱將喺藝術層次上嘅極致。嗰首歌不為討好耳仔而生，佢更似係一件孤傲嘅藝術品。而以帝嘅依聲讚嘆係對支持嘅一份知語，宣告呢個從南方出發嘅女孩，終於喺嘈雜嘅商業聲浪中揾到咗屬於自己能夠傳世嘅粒種子。第一，靈魂嘅轉彎啦，從生活嘅劇本到聲音嘅修復啦，我哋曾睇住芝治喺選秀嘅燈光下成長，嗰陣時嘅佢更似係喺執行一份完美嘅生活劇本。為咗生計，為咗大眾嘅期待，佢喺傳統港樂嘅框架裏面，努力地開出一朵溫室嘅花。喺嗰段頻繁北上、兼顧學業與演出嘅日子裏面，佢嘅聲線與靈魂其實都經歷咗一場隱秘嘅磨損。喺喇叭底喊到聲嘶力竭，係為咗喺呢個殘酷嘅行業裏面站穩腳跟。然而，今次同 NQ Studio 獨立運作並聯手 Sony Music 大中華區，呢場變革唔單止係商業佈局，更係一次靈魂最深刻嘅轉彎。風裏請嚟日本音樂精靈 Kokia 作曲，呢個唔只係增值，更似係一種自救。Kokia 就好似係一位遠方嘅導師，教芝治如何開翻把聲，咁唔再係為咗炫技，而係為咗揾翻自己俾歲月同包裝磨損嘅原初聲響。呢個唔係失去樂趣，而係將生命嘅滋味從濃烈嘅感官刺激沉澱為如風裏般甘醇嘅清泉。第二，北純南嚴，一場跨越地理嘅巔峰對望。呢首歌推出之後，樂壇開始討論一個極具野心嘅格局：嚴明熙能否追上單依純嘅腳步，共同建立一個北純南嚴嘅中國音樂新氣象？呢個並非一場單純嘅勝負賽跑，而係一次審美氣質嘅對接。北方嘅單依純，仲係一粒喺冰原上邊閃爍嘅豬肉，冷冽純正，技術完美得俾人平息。佢代表咗內地選秀體系下對聲音掌控能力嘅巔峰。南方嘅嚴明熙喺風裏之後，展現嘅係一種如霧如煙嘅法力。佢嘅聲音裏帶住維港嘅潮濕同大地嘅奇幻，有一種海爾特風格嘅靈性。北純南嚴之所以可能係因為芝治終於跳出咗香港偶像嘅閘門，佢唔再刻意迎合，而係學習同呢種跨國界、跨文化嘅音樂風格共處。呢種強大唔係在於從不跌倒，而係喺經歷過市場嘅洗禮之後，如何優雅而堅韌咁將日子過成一首歌。第三，劫後餘生嘅通透，讓風引路。想要成就北純南嚴嘅格局，路仲好長。單依純已經內地深耕多年，有住穩固嘅藝術地位，而芝治擁有嘅係 Sony 大中華區呢條通往廣闊荒野嘅橋樑，以及 NQ Studio 俾佢嘅保護嗰份原始靈性嘅權力。以帝嘅嗰句評價，其實係俾芝治最好嘅禮物。佢讓我哋明白真正嘅精彩，已非喧嘩嘅掌聲，而係嗰種喺跨區域佈局下劫後餘生嘅知識與通透。願呢個女孩喺接落嚟嘅長途旅行中，聲線越發清亮，生活越發平安。喺未來嘅中國樂壇版圖上，我哋期待睇到嗰抹從南方吹嚟嘅風，最終同北方嘅豬肉交織，成就一段屬於呢個時代嘅傳奇。